前幾天我去禱告時，我問主，我說：主啊，你希望我下一支影片是關於什麼的？然後還沒等我說完最後一句話，他就說：悔改。我說：是的，是的，我的主，我願意。然後馬上，我心裏聽見悔改吧，因為天國近在眼前。這真的讓我深受感動，因為我回想起旅程的起點，而這一切都始於悔改。我大聲說出我當時非常需要悔改。就像我就在餐廳中間和未婚夫吃午餐時崩潰了，然後聖靈像磚頭一樣砸了我，讓我罪過，然後一切都從好了。我越是尋求主，就越是悔改。下一個領悟是，問題出在我自己，而不一定是其他人。過去幾年，我身後有一股毀滅的痕跡。你知道，很多失敗的婚姻，很多破裂的關係，真的，真的，太多事情，太多我自己都沒察覺的事。但有一件事不變，那就是我正好身處其中，我就是罪魁禍首。所以在我重生後，當我的靈魂被更新時，我意識到我的靈魂和肉體正與我的靈魂，我更新的靈魂，以及這場戰爭，從那時起就一直在戰鬥。隨着時間過去，你的靈魂會成長，開始改變你的心智、意志、情感和肉體，成為成聖過程的一部分。當所有那些罪惡隨着時間變得越來越不受歡迎時，有些對我來說是立刻完成的，有些則花了更多時間。在我被釋放之後，毒品和色情立刻消失，髒話也消失了。我真的無法，我甚至無法想象罵髒話，或者你知道的，妄用主的名，不可能。但這不代表其他人也會這樣。我見過很多次了，我就是這樣。隨着時間過去，其他事情花了更多時間。我是一個功能性酒鬼。我說的午餐會喝2-3杯瑪格麗特，晚上可能喝1-2杯波本威士忌。然後我總是在7點或8點左右停下來，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講細節，但我會去大約7點或8點停下來，只喝水。早上醒來感覺還好，然後又會重新開始這個過程，這樣我就能工作，做自己的事。因為我經營過很多生意，我覺得那時在我腦海裏，在我完全未改變的心智裏，我找藉口以為沒關係，但事實並非如此，這一點都不行。總之，隨着時間過去，透過在聖靈的幫助下，他把那個慾望拿了出來。現在我甚至覺得酒精味道一點都不好喝了，真的很奇怪。它幾乎像毒藥一樣，這真的不好玩。我不喜歡，也不圍繞着它轉。我想我可能有點崇拜它，因為當我在工作上遇到大麻煩，或是和我太太，或是和某個生意夥伴有問題時，我就會去參加。我會直接去喝酒，然後自己用藥，給自己用藥。一旦你心中有耶穌，所有那些你就不需要了，一切都始於悔改。聖經裏所有偉大的人物都說過同樣的話。耶穌說過，施洗約翰說過，以利亞也說過，他非常重要，因為他能切斷過去所有的胡扯，讓你與主耶穌重新開始。所以，甚至即使你查閱啟示錄，這也是大災難的一部分。主給地上的人7年時間去悔改，但情況會越來越糟，情況越糟越。這個想法是，他們會開始意識到，糟了，也許是我的罪，才是把我帶到這裏的原因。我需要悔改，在整個世界末日之前與主和好。接着說，你難道不珍惜他的仁慈、寬容、忍耐和忍受他的憤怒嗎？你真的不知道或無知神的慈悲會引領你悔改嗎？也就是說，要改變你的內在自我、舊有的思維方式，尋求他對你生命的旨意。這節經文對我來說是多麼的啟示！我越靠近主，關係越親密，犯罪、傷害主的想法就這樣變得不在考慮範圍內。不可能！我不想切斷與全能者耶穌聖靈的關係。我無法忍受為聖靈哀悼。我真的不喜歡這樣。
就像因為我被聖靈糾正過很多次，結果真的不好。這可不妙。我舉個例子，當我開始成聖過程時，我哥哥總是會過來，我們會一起吃午餐，像是慶祝午餐，我會點一杯 Tito's 加吐布茨高，對吧？而且大概有2台。當我哥哥成長時，我一直在心裏聽到，像是別這麼做，別這麼做。我心想，他不可能叫我不這麼做。我心想，你一定是在開玩笑。我們到了餐廳，是我們最喜歡的餐廳之一。我坐下時聽到有人說別這麼做，然後還有，然後我兄弟點了一個，我就說好，我就直接做一個。我一點餐就聽到我對你很失望。我聽到了，心裏很崩潰。那是聖靈告訴我，他對我失望，因為我沒有聽從。那是我第一次哀悼，我是在哀悼聖靈。我說不，我不會再這樣了。而我甚至不喜歡那杯酒，我甚至不知道為什麼會喝。整件事對我來說完全說不通。回頭看，那是我潔淨自己，為了慶祝酒精而成聖的過程，因為我一直以來都走那條路。他知道，他當然知道這點，這也是我靈魂淨化過程的一部分。後來，我注意到另一件事，就是罪惡感、羞愧、譴責和悔恨。這些事情會在我的旅程中突然從過去冒出來，仿佛憑空出現。你知道，當時我不知道，但那是敵人熟悉的靈魂在喚起他們。嘿，那次你做這件事怎麼回事？哦，還記得你那次嗎？天啊，那真糟糕！你應該感到羞愧，等等，一直說下去。當那時，你知道，我有時會上當，然後說，老兄，我真的搞砸了，我真的是個混蛋，我無法相信自己會那樣做，主怎麼可能愛我？就像，基本上就是譴責，你知道，事情就是這樣，然後我就開始懺悔。然後你知道，你曾經為某件事懺悔過一次，並且你是真心的，然後他又回來了，那是敵人想要打倒你，你只要說，你就說，不，這行不通，花了我一段時間，但我意識到我沒有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所做的事，以及他為你所做的事。他承擔了世上所有的罪，讓我們不必承受罪疚、羞愧、定罪、悔恨、憂鬱，以及所有隨之而來的一切。而且一旦我真的接受了這個事實，我說，你知道嗎？我被耶穌的寶血洗淨了，我重生了，充滿了聖靈，充滿了火焰。罪惡感、羞愧、譴責、遺憾，我不這麼認為，我為此悔過，我被耶穌的寶血洗淨。不，然後我自由了。然後一旦我自由了，那個，一旦你獲得自由，你就會成為敵人的麻煩，你會變成真正的麻煩，因為你只想到處說你有多愛耶穌、天父和聖母，還有他們為你做了多少。然後你跟他們談主的愛，而不是恐懼、定罪，還有，你知道，他們會有什麼好處在等着他們，但那是行不通的。對別人的行為進行評判，這不是正確的，也不會奏效。這是主的愛，然後你讓聖靈定罪他們的罪，這就是他所做的事，這就是他所做的。接下來，我想談談即時悔改，這是我一直以來的信念，我一直以來都堅持的，我絕對是這樣活着的。我就是無法忍受發生什麼事，我知道我做錯了什麼，我悔改得太快，差點被鞭打。這節經文是：我的小孩子們、信徒們、親愛的，我寫這些事給你們，是為了不讓你們犯罪，也不違反神的律法。若有人犯罪，我們有一位代言人，會為我們代求，向父耶穌基督，義人、正直的人，在各方面、目的、思想和行動中，與父的旨意對峙的人代禱。立刻悔改，我是粉絲，真是太棒了，這真是難以置信。不要一直糾結，當你做了某件事，反覆思考，然後我真不敢相信我做了那件事，你就知道那是錯的，直接去找天父，他已經知道了，他已經知道是你做的，他知道你做了，所以你為什麼不把這件事帶到他面前，悔改並求他寬恕，然後你就會知道下次不要再犯，你知道嗎？聖靈會在那裏提醒你，他會一直提醒你，他是安慰者，是聖靈，
他是罪的得勝者。而你需要他，你非常需要他這兩者。所以，我的族人因不懂我所揭示的法律而被毀滅。因為你們現在的祭司民族拒絕了知識，我也將拒絕你們成為我的祭司。既然你忘了你神的律法，我也要忘記你的孩子。一旦真相揭曉，我完全震驚了，我的眼睛上的鱗片都沒了，我的靈性之眼被打開了。真理會讓你得自由，這非常非常真實。這也是為什麼我盡可能向更多人講述悔改、赦免和透過耶穌基督成聖的好消息。你知道，很多人，我經常看到這種情況。無論我去哪裏和人說話，他們都在掙扎於憂鬱、罪惡感、羞愧、譴責、悔恨、苦澀、不寬恕、不配、承認，甚至有自殺念頭。這些行為都是來自敵人，並且在你生命早期就被啟動，目的是分散你的注意力，阻止你認識主，與主建立個人關係，將生命交託給主。耶穌，並使耶穌成為你的主和救主，他一直都在旁邊，他是我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法。我有這種感覺，總覺得缺了什麼，但這並不足。很多有成癮性格的人，這不是必須有成癮性格，而是存在於我們內心深處。我們想要感覺自己缺少了什麼，不管是錢、更多愛，還是其他，不管是什麼。你錯過了那個洞，那個心動，是主。你錯過了主，因為他就是這樣創造我們的。他創造我們為了，你知道，他是我們的創造者。拜託，當然，我們需要他，要完整。如果你有那穩固的根基，在耶穌裏，其他一切都會順利。平安會流經你的心，透過與聖靈的成聖過程，他會引領你走向一切真理。我最後想談的，我剛才也說過，就是為聖靈哀悼，不要為聖靈哀傷。上帝是你被他所封印，為救贖之日所封印。一旦你重生，感受到聖靈在你體內，如果你犯罪，你會感受到他，你會感受到聖靈，你會為聖靈哀悼。你不會喜歡，這真的非常不舒服，因為你非常愛聖靈、愛天父、愛耶穌，而想到要對他們做錯事，會讓你感到不適，身體和精神上都感到不適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悔改。所謂悔改，我再說一次，是改變你的行為和思考過程，不只是單純地請求寬恕然後再做一次，因為那才是導致哀傷的原因。也許，有很多方式可以哀悼聖靈，也可能是小事。我不只是說大罪，但我說的是那些小事。人與人之間的互動。你跟別人說話時可能會顯得自以為是或愛批評。也許你在你還沒動手之前就吹噓你的計劃，說你要做的所有事情。也許你崇拜親人。各位家長，也許你們崇拜你們的孩子，或者崇拜你們的狗。那可能對我們來說是個問題。也許你對暴食有問題，總是想着食物。這是聖靈一直在引導我的事情，他一直讓我禁食和禱告，不吃。這個讓我想起其中一個。當我開始旅程時，我問主，我說，主啊，今晚我晚餐該吃什麼？他說，你有兩個選擇。第一點是，你要快速且不吃。第二，你把你本來要得到的餐點分給窮人。我說，天啊，那是一堂課。而且，還有一件事，我在這個過程中學到的另一件事是，一旦你重生，你會非常擔心你所愛的人和朋友，因為我不知道，跟你們在一起是怎麼回事。我是唯一一個在我身邊所有人中重生的人。我們說的是成千上萬的人。我簡直不敢相信。無論我去哪裏，沒有人。當我跟他們談這件事時，他們看我的眼神就像我瘋了一樣。當這件事發生時，我有點慌張，因為我不想讓所有人下地獄。我受不了，我無法忍受這種想法，因為缺乏知識，或者只是因為他們和我一樣，是在一間冷淡的教會長大的，然後又會走向另一面，
你可能會顯得自以為是，或者是愛批評。這也是我在與親人交談時哀悼聖靈的方式之一。我說，你知道嗎？我對聖靈說，我說，主啊，我需要更有耐心，不是嗎？他說，他說，我對你有43年的耐心嗎？我說，哦，天啊，真是太對了，這句話讓我感動了。然後來，他給了我一個知識的話語，是水果的關係。一旦親人看到你的果實，看到你在他們身上，他們能看到改變，他們真的能親眼看到主在他們生命中所做的事，他們就會被定罪。然後主將進來，並在他們的生命中工作，而且這會隨着時間慢慢發生。所以如果你們當中有人非常擔心，正在崩潰，擔心他們所愛的人無法平安，請試着記得，這需要時間。因為這對我來說是一場很大的考驗，我不喜歡那樣。你做不到，你就會，如果你進入那個狀態，你就變得沒用了。如果你一直擔心，你就沒用了。對這個王國一無所有。你禱告，繼續為他們禱告，向他們表達愛。你告訴他們話語，不要對他們說教什麼的愛。你告訴他們真相，然後繼續往前走，然後他們會慢慢接受的，他們會改變主意的。而有一次，你知道他不希望有人喪生，這是肯定的。所以我希望這則信息能幫助你踏上歸向主的旅程。耶穌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沒有人能藉着父來到他面前，一切都從悔改開始。請向主耶穌禱告，求他進入你的心中。如果你準備好讓耶穌進入你的生命和心中，並且想讓他成為你的個人主和救主，請與我一同禱告。天父，感謝你賜予生命的禮物，感謝你開啟我們的屬靈之眼，引領我們悔改。主啊，我相信你的兒子耶穌基督承擔了世上所有的罪，他死了，埋葬了，第3天復活，藉着他，我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，不再有罪惡感、羞愧、譴責或後悔。主啊，耶穌的寶血洗淨了我所有的罪。現在，主啊，請差遣你的聖靈來住在我裏面。感謝你，耶穌，阿門。